哎，姑娘，看看吧，看看。哎，这个是男的戴的啊。哎，您试试这个。哎，这个不错啊。姑娘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呢？啊，在下没事。哎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哎，姑娘，买吗？妹妹，给你。妹妹，妹妹。啊，抱歉。虎哥。刚回京你就乱跑，不听话。走了。二公子，哎呀，真的是二公子吗？是我，福伯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好，快进去吧。老爷，二少爷回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秦朗回府，父亲安好。起来吧。3年在外，身体可还好？孩儿不孝，3年未归，让父亲担心了。你可知道，为父这次召你回京所为何事？孩儿知道，孩儿这次回来，就是想劝父亲退了这门婚事。你说什么？哥哥血仇未报，魔教1天不铲除，孩儿就不能安心成亲。朝堂之上，当着文武百官，我与苏丞相在皇上面前定的这门亲事，这婚你非结不可。孩儿恳请父亲收回成命。这事儿没得商量。你连日赶路也累了，早点歇息。过2天就跟我去丞相府拜见丞相大人。哼！娘亲又增派人手了。哎，哎，小姐，那个，今天我有急事要出府一趟。小姐，夫人特意嘱咐过，小姐想要出门，我等必先禀告。不用去禀告娘亲啦，我真的只是出去转一转，马上就回来的。小姐，夫人有令，小姐您是大病刚好，不宜出门。什么大病啊？就是有点风寒嘛。请小姐回去。嘴上说什么疼我，
其实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，谁都不疼我，谁都嫌弃我，都不带我玩，都不带我玩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天呀！你要亡我苏冉冉吗？真是谢谢你啊！你真是我的大恩人。姑娘，为何要爬着狗洞？一言难尽。姑娘是苏府之人，不能告诉他我是谁。丞相千金钻狗洞，太丢人了。要是让娘亲知道，非责罚我不可。大人，你和这位姑娘认识啊？有过几面之缘。这堂堂丞相府中的人，竟然会从狗洞里爬出来，莫不是贼吧？贼？你说谁是贼啊？我长得像贼吗？你你才是贼，你全家都是贼。哎，不是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秦都尉？你姓秦，叫秦都尉？那你爹是谁啊？放肆！竟敢追我们都尉大名！在下秦朗，现任京城骑都尉，家父是镇国将军秦维。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，站住！别跑！小姐，让开！天，看来这位姑娘还真是苏府的人。走，回衙门。是。小姐，那个……嘘，就当没看见。
父亲，回来了。新官上任，事务可顺利？父亲不必担心，调查正在进行当中。明日，你去丞相府拜访一下，把你连日来收集的魔教情报，向丞相大人汇报一下。是。你好好歇歇吧，我去书房了。老爷、夫人，金将军来了。哎呦，天天在朝上还见不够，还跑到家里来了。不行，我得躲躲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个老东西啊！你看我想跑啊？来来来，坐下。老齐，你也快坐。我跑了吗？我没有啊。哎，谁是老东西？你才是老东西！你们全家都是老东西。你个老东西啊！明知我家秦朗已经回到了京城，我一直想找你商议一个拜见你的日子。嘿，你倒好，这2天上朝，你总是躲着我。我没有啊，我这2天在朝堂上，我别我的啊！下了朝怎么看不见人了呢？我说初阳啊，这婚约已经缔结，咱们2家毫无动静，这皇上问起来可怎么办呢？老秦，冉冉这3年都在外，这才刚刚回家。我们呐，是想让他在家多住些时日。住，必须得住。我要是有小冉冉这么个宝贝女儿啊，我就想让她在家里住一辈子。可是现在呀，这2个孩子都在京城，正是让他们增进感情的好机会呀。增进感情？是谁跟谁增进感情啊？我们家冉冉跟他爹才需要增进感情。去，一边待着去。嘿，初阳啊，我说别的事怎么可以不管？这可关系到孩子的终身呐，可不能因为一时的舍不得，耽误了大事儿啊。当然了，这事儿呢也急不得。我现在觉得呀，咱们有一事可做。你这个肚子里没什么好水。何事？咱们可以让孩子们见面，聊聊嘛，做得自然点。双方的父母引荐也太老套了，孩子们也紧张。明天呢，我让秦朗过来拜见这个老东西。你呢，只需要偷偷的安排一下就行。你这什么馊主意啊？偷偷摸摸的，我不干。我认为可以一试。请问您是？将军府秦朗前来拜见丞相大人。
秦二公子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望秦公子恕罪。您快请进，小的这就去通报。老爷，秦二公子求见。人在哪儿啊？现在正厅喝茶。小姐在哪儿啊？正如您的吩咐，小姐在左小院天香阁吃点心。你把秦公子带过去，就叫他在那儿等老爷。记住了，进去不要敲门，把人送到就出来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小的先下去了。楚阳，你这么把女儿就给嫁了，我不高兴。你不高兴也得给我老实待着，不许捣乱。请。我们家老爷在书房处理一些事务，特地吩咐小的伺候您吃一些茶点。老爷一会儿就过来。客气了。等一下啊，这个是否是府上小姐的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家表小姐的。您看，这是表小姐的名讳，是她亲自绣上去的。表小姐啊，秦公子有所不知，我们家表小姐闺名唤梁天，是我家老爷过去妹妹的遗孤，从小就被我家老爷接到府上，与我家小姐一起长大。秦公子，请在那边亭台等候。娘亲怎么还不来啊？6哥做的点心为什么就吃不腻呢？每次他都不重样，你说我能戒掉吗？真可恶！上次居然还被卡在狗洞里了，太丢人了！好些了吗？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姑娘误会了，是家父派我来府上拜见苏大人的。那你怎么来这儿啊？你应该去书房啊。这是府上家丁带我来的。肯定又是爹娘搞的鬼。啊，对了，梁姑娘，这个手帕应该是你的。嗯？表姐落在我这的手帕。上次原本想把手帕还给姑娘，奈何梁姑娘匆匆离开。梁天这个名字真的是与众不同。秦公子啊，谢谢你还我手帕。这些点心你随便吃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三公子，表妹，你去哪儿？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表哥，我只是去书房逛逛。走吧。撤！撤！
在下失礼，如若惊到了表小姐，还请见谅。可是娄家堡少堡主，正是。素闻丞相府表小姐冰雪聪明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不知娄少主找小女何事？在下前几日曾去丞相府登门拜访，我前去的目的，想必表小姐应该是清楚的。是。素闻表小姐博览群书，没想到对草木类的书籍也有研究。只是随便看看。娄少主，您托我们追查的草木经已经找到了，历时2年有余，实属不易。草木经，表小姐也知道这本书？草木经已流传100年。是世间仅有的记载了天下奇珍异草的珍贵宝书，多年前早已失传。坊间只把此书当成一个传奇，谁曾想，竟然真的能找到。找到这本书确实不容易，费了很多的功夫，不过也是值得的。不知道表小姐有没有兴趣跟在下一同阅览？娄少主若不介意，小女也想一睹草木经的风采。表小姐在找什么？曾君纲。下面的第3本便是。找过了，未见灵芝科。灵芝科在我手上，等我看过九瓣灵芝这一章，便借予表小姐阅读。九瓣灵芝，素女师傅说了，只要有月亮花种和九瓣灵芝，就可以医好我的病。少堡主对九瓣灵芝有兴趣？家父在世的时候，喜欢收集奇书异草，对医药食补也颇有研究。相传，1000年能长成碗口大小的九瓣灵芝，乃万药之王，能够真正的芳香开窍、起死回生，是不可多得的万世珍奇啊！九瓣灵芝多藏于高寒恶劣地带或险峻原始森林、悬崖峭壁、人迹罕至之地，特灵芝周围伴有猛兽毒虫，垒杀瘴气，万分惊险难得。自古以来，诸多王公贵族均想得而不能。据说这灵芝粉，普通人服下可以返老还童，而习武之人喝下，武功可以精进数倍。这灵芝粉还能解万世的奇毒，真是不可多得的仙草。娄少主当真相信这个世上有九瓣灵芝？在下不只相信，而且一定可以得到。够了！老爷、夫人，小姐她跑了。没聊上。小姐一见到秦二公子，一溜烟就跑了。走，去看看。秦朗见过大人、夫人。不必拘礼。快坐下，苏府没那么多规矩。谢大人、夫人。刚才一直在忙，倒是让贤侄久等了。大人言重了。听你父亲说，最近杀人案件有了新的进展，说来听听。是。京城这2起案件，受害人皆为年轻少女，且身体健康，品貌端正。案发时间都是在深夜之时，且都是独自一人，并未有目击证人。但是这2位受害人皆被吸干了全身的鲜血。秦朗原本想张贴告示，警示出行女子小心，但是又怕这样一来会弄得人心惶惶，且容易打草惊蛇，所以特意来请示大人。的确如此。这2起案件都是在最近发生的事情，
且手段独特。秦朗认为，凶手应该是最近才到的京城，而且与魔教有关。月灵宫。正是，月灵宫公主以吸血为生，但是这些年却销声匿迹了。秦朗在西域3年，正是追查魔教的去向，只是一直未有结果。看来这魔教又出来祸害人了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快扶夫人回房间休息。是，我没事。楚阳，你回去，这儿有我和贤侄商量对策，你先回去吧。也好，让你见笑了。晚辈不敢，请夫人保重身体。这魔教又出来祸害人了，真是让人心忧啊。依贤侄的意思是，既然这2起案件都是最近发生的，秦朗以为应该先以客栈、流动人群入手。三少爷在这站了多久了？少说也有2个时辰了。自从表小姐走后，就站那儿没动过。哎，这。劳烦娄公子一路相送。表小姐客气了，日后恭请表小姐到娄家宝坐坐。草木经博大精深，值得细细品味。若不麻烦，以后定会前去赏月。在下娄轩，料想这位是府上公子吧？今日多有不便，先行告退，日后定会登门拜访。他就是娄轩。是。你们。表妹，表妹，表妹，你去与娄轩见面，说明你已经决定了。我没有刻意与他见面，我说了，我们是在书房偶然碰到的。表妹，从小到大你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谎话。你是在指责我骗你吗？从去书房回来，你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三表哥，不知道从小一起长大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原来10几年比不过几个时辰，原来这么快，你就可以说不认识我了。夜深既得林奇雨，说花时归来去，叫人每日思量，到底与谁分付？其奈冤家无定居，约云朝，又还雨暮。江垒入冤亲，总不成行步。三表哥，他日即使我嫁作他人妇，也依旧会长久怀念我们对饮诗词歌赋。
善再走嘛。多谢大人盛情，晚辈今日冒昧前来，实属不敬。改日必定再来拜见，届时与大人一起饮酒，以表晚辈心意。嗯，也好，也好。难道他就是苏冉冉？哎，男儿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这是我们家老五苏南。爹娘，快来见过钱二公子。在下秦朗。哦，原来是你。两位客官，楼上请。来，请。好嘞。我敬你一杯。那日多亏秦公子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情急之下，任何人都会出手相救的，何足挂齿。秦公子果然有侠士豪情的气派。苏南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只管说。苏公子实在是太客气了。表小姐回去之后，可有大碍？表小姐，这是何意？哦，无碍，无碍，害了风寒，早已痊愈。哦，哎，你们还没有正式见过吧？啊，后来也有书面之约。哦，已经见过了。表小姐曾经和我交谈过几次，不得不说，宰相府的两位小姐都是国色天香的佳人呐，一位品貌端庄，一位聪明伶俐。秦公子，过奖了。表小姐，她的身世我听说过一二，虽有不幸，但是能得到丞相大人和夫人以及几位兄长的关爱，也实属大幸啊。这个秦公子开口闭口都是表小姐，莫不是太中意表姐？前有娄轩，后有秦朗，表姐今年真是红鸾星动啊！我们家表姐的确是亭亭玉立，蕙质兰心。前几天，娄家堡少堡主还特意上门提亲了。提亲？再加上秦公子和妹妹的婚事，我们苏府可算是双喜临门呐！啊，秦公子，怎么了，表小姐？今早小姐的窗子又开着。你什么时辰过去的？某时。你昨天晚上确定把窗子关好了？自从前几次发现窗子开着，被您说了之后，奴婢一直都很小心，确定昨晚窗子是关着的。奴婢后来还检查过一次。冉冉怎么样？她醒了吗？小姐还睡着呢。等她醒了之后，你再去房间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丢东西。是。可是，真的不用跟老爷和夫人禀告一下吗？不用了，我自有主张。是。你先出去吧。是。
姐，我刚睡不久。冉冉，你别睡了，我有话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，表姐？刚才你的屋里有其他人吗？其他人？谁啊？好吧，好吧，你先睡吧，明天再说。一回可以说是看错，但是不可能次次那么凑巧。可是会是谁呢？我这样骗人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不对不对，怎么是我骗他呢？是他自己误会的呀，不关我的事。我应该不用内疚吧？可是骗人总归是不对的呀。我该怎么办？小姐，玉峰公子来了。啊，九师兄来了，人呢人呢？我当小师妹已经忘了九师兄了呢，原来还记得九师兄啊，没白疼你。九师兄，小师妹可想死你了。九师兄不来见你的话，是不是以后打算都不见九师兄了呀？怎么可能啊！你是不知道，我娘亲现在对我管得可严了，连大门都不让我出。要不是你来找我，你都见不着我了。是吗？难怪啊，我进来的时候可花了不少心思呢。你不会是又……你别多想啊，我现在哪还钻得进狗洞啊？那你怎么进来的？师妹，坐下来，师兄慢慢跟你讲。我呀，一直在门口，就那么等候着呀，等啊等，等啊等，等啊等。突然，你五哥出现了，然后啊，我就悄悄跟着他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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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就进来了。那我五哥他们没有为难你啊？我也觉得奇怪呢，你五哥这次怎么会让我过来看你呢？好甜哦。来，再吃一个。那你也吃一个。好好好，妹妹，妹妹，岳老三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七哥，九师兄上次来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吧？那也不行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们太乙山的人怎么都这么喜欢缠着我妹妹啊？不是我说你呀，你们太乙山的人怎么都那么喜欢缠着我妹妹呀？我告诉你，你离我妹妹远点，免得我妹妹被你带坏了。我是小师妹正经八百的师兄，凭什么让我离她远一点啊？嘿，我这就服了，我从来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臭不要脸的人。你让开，妹妹，你过来。你干嘛呀？我今天非要跟你好好理论理论。理论就理论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她是我妹，不是你妹，你别老往这儿跑。我是她师兄，她是我师妹，我怎么就不能来看她了？你真了不起啊！你怎么就说打人呢？我就让他来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师姐，你快救救我吧！啊去！只打了一个喷嚏，看来是小师妹在念叨我。我要不要下山去看看她？你醒了？桌上的药喝了吗？喝了。你看，你的衣服我亲自洗了，所以你不用怕，没有人知道你在我这儿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你呀真是客套，哪像我那个小师妹啊，吃我的喝我的，从来不知道说谢谢。你知道吗？人与人之间，无需说谢谢的，才是真正的亲近之人。你中午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有青菜，有鱼，有毛豆，还有虾什么的。可是我从来就没有亲近之人。那你先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来做你的亲近之人。
叶青天。走，我们回去。表小姐请。多谢。撤！撤！三表哥，你这是在责备我，欺骗你吗？表妹，从书房回来，你好像就变了一个人。原来你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表妹。停！来，坐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刚才过去的那个是人吗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呆子。三哥只有发怒的时候才这样吧？看来表姐这一句三表哥，对他伤害挺大的。之前他们表哥表妹叫的，连我都起鸡皮疙瘩。现在倒好，表姐说翻脸就翻脸。那也是三哥的错，一根木头，你们能跟木头玩得起来吗？老七啊，看来你要做的嫁衣，可不止妹妹这一件了。哎，不，我可不敢给表姐做嫁衣，要不然那个呆子会杀了我的。哟，大人，里边请。哟，大人您来了。大人，快请，里边坐。不必了。近半个月内，你店是否有西域打扮的女子入住？西域的打扮，西域打扮。哎，小四儿，你也想想。哦，好。西域打扮，掌柜的，咱们这儿最近没有这样的客人。是啊，大人，这个好像还真没有。那多谢了。哎，大人慢走啊！大人慢走啊！好的。面具，看一下。刚出锅的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面具。面具看一下。哟，姑娘，看一下面具吧。买一个吧，多好看啊！面具。瞧一瞧，看一看面具。你们几个跟我走，其他人去那边。是。京城西长街万去不转。大人，怎么样？没找到。掌柜的，您帮我看一下，这怎么走？
嘿嘿，姑娘，这个地方可不好找啊，有点远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这样吧，要不你先在我这住下，等明儿一早再赶路。这么远啊？嘿嘿，是有点远。是有点远，我是担心啊，你要是现在继续赶路的话，恐怕到时候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看你人生地不熟的，你一个小姑娘，不安全，不安全呐。那个掌柜的，您还是给我指路吧，您这儿我可住不起。没事儿，没关系，你一定是初来乍到吧？要不我给你打个折，打个折。不，算了，我还是算了吧，我先走了啊，谢谢。姑娘，听我说呀。站住，姑娘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为什么？我要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你们放开我！不知道娄公子找九半灵芝，是想要武功精进，还是想要永葆青春？救人。救人？三哥，你真的不知道表姐去哪儿了？不可能啊！你们之前不都是一起出门、一起练琴、一起散步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惹表姐不高兴啦？三哥，你不会是做了对不起表姐的事情了吧？哎呀，不对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三哥是什么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这种事他做不出来的。难道是表姐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三哥的事了？哎呀，不对，也是不可能的呀。你表姐答应婚事了。谁答应婚事了？答应谁婚事了？表姐。傻瓜，我的小傻瓜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不许忘了我。以前守护你的人是他，以后守护你的人
只能是我。你答应了？天儿，你从小是我们当亲生女儿养大的，你的婚事我们是很慎重的，可不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啊。对啊，天儿，你可得考虑清楚啊。是，天儿已经考虑清楚了。天儿，你先下去，我跟你舅舅再商议商议。是。天儿从小生性倔强要强，看来这门亲事也是没有办法了。京城刚刚出了那样的事情，我这心里惶惶不安。你说天儿这事，我的心怎么也悬着呢？楚阳，你别担心，这个秦朗不是已经开始调查了吗？相信不出几日，一定就会有结果，你不用瞎想啊。你明天下朝之后跟老秦头商量，尽快把婚期定下来。哎，表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拿你的帕子，不该让你的帕子被别人捡到，不该让别人误会是你。可是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要相信我。第一，你让别人捡到帕子；第二，你让别人继续误会帕子的主人是你。第一点是既定事实，我且饶过你。第二点，你怎么解释吧？那个，我也是不好意思嘛。表姐，那你说，你怎么才能原谅我嘛？好吧，那你说说，你将错就错的这个打算，准备持续到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。冉冉，你是真的不想嫁给秦朗吗？嗯。一点都不想。嗯。这3年，我每天都做梦，梦里一直有一个声音。虽然我记不起梦中梦的什么，但是这个声音我不会忘。他一直告诉我，不要忘记他，千万不要忘记他，一次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。每次醒来，这个声音还是会围绕在我的脑海中，想忘也忘不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想到这些，我都会很难过。我是不是真的把这个人忘了？所以他才会一次一次、一次又一次的来到我的梦里，告诉我不要忘了他。每次想到这些，我这里都会好难过呀。那个声音的主人，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不过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你不愿意嫁给秦朗？嗯，是啊。那你打算怎么说服舅舅舅母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表姐，要不你帮我想办法吧？你不是比我聪明吗？嗯？
你究竟是谁？一个被忘记的人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不会伤害他的。近日京城频繁出现命案，阁下这般在夜里黑衣飞行，又在别人高墙之上行走，不怕招别人误会吗？阁下这身打扮，应该不是京城的人。敢问阁下到京城所谓何事？寻人。哦，寻何人？可能在下寻的，跟大人寻的是同一人。何以见得？刚才大人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在下是位公事，不知阁下自然有我的理由。大人循着铃声，便可以找到他。多谢。千万不要逼他，否则他会越玩越开心的。不必了，魔教吸血之术，传女不传男。难怪大人一直让我们寻找怪异的女子。不知道此人是否与魔教有关？大人，您看，放了吧。是，放人。走吧，走吧。爹娘，可是有什么要事发生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老爷、夫人、小姐、表小姐马上就到。娘亲，爹爹。哎，冉冉，乖。天儿，舅舅、舅母，冉冉，你爹与我一直希望你跟天儿一样举止大方、彬彬有礼。可是你自小身体弱，我们也就随你去了。可如今你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，也该学一学礼数了。娘，妹妹天性活泼，要是把妹妹变成天儿这般，那妹妹也就不是妹妹了。对啊，就是啊，娘，你看妹妹这个样子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倒是还想娶一个像妹妹这样的妻子呢。是啊，你上哪儿找像妹妹这么可爱的女子去啊？娘，您既然已经有一个像表姐一样的女儿，何必再要一个脾性一样的女儿呢？就是，弟弟们说的对，别再为难妹妹了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我们家冉冉现在就挺好的。对啊，都给我闭嘴！给我点面子，孩子们都看着。娘，您别生气了，冉冉学就是啦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你看冉冉多乖呀。成亲之后是有很多规矩要守的，那现在就放纵一下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对啊，对，就是。冉冉，今日早朝后，你爹与秦将军商量，你与秦朗的成亲日子定在了8月15。爹，怎么可以出卖我？我也是被逼的，我也不想啊，女儿。可是娘，妹妹嫁人，我们哥几个可都还没同意呢。就是啊，还没同意呢。都给我闭嘴！娘，距离婚礼的时间这么短，需要准备的东西又这么多，万一有所遗漏，有损咱们苏府的颜面，不如给婚礼筹备多些时间吧。是啊，老五说的对，我们苏府就冉冉和天儿2个妹妹，还请爹娘慎重考虑。我已经请到了京城最好的喜娘，你从今天开始就在府里待着，不许出门，跟着喜娘每天学习规矩和婚礼的流程。天儿，
你既然答应了娄家宝的婚事，你也学着点儿，顺便监督监督妹妹。是。娘，你真的答应娄家宝的亲事了？管好你自己的事情。可是表姐她……行了，然然，我警告你，不许说出大家闺秀不该说出的话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我说妹妹，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？什么状况啊？8月15，你知道8月15是什么时候吗？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我真是要被你气死了！离8月15还有20天。什么？还有20天，我就要嫁人了！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想的都是什么呀？还有心思去管你表姐的婚事？我什么我呀？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吧，我的小祖宗！我真的要被娘亲嫁掉了？娘亲真的要把我嫁出去吗？娘亲她舍得吗？舍不舍得的，你上午又不是没听见。哎呀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妹妹，你过来。哎，也让我听听啊！就说咱们妹妹，这能行吗？不行也得试试啊。怎么样？娘亲说了，妹妹一心向佛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娘还说了，既然妹妹不想出屋，那就不出，悄悄沐浴，静静心也挺好的。那就晚点让喜娘再来。不想吃饭呢，那就不吃。反正成亲之日，还是要瘦瘦的才好看。娘亲还说了，这么烂的主意是谁出的？哎，娘亲本来就是这么说的。妹妹啊，看来这戏你还要继续演下去才行，不然娘亲不信呢。五哥、七哥，你们先走吧，别管我，就让我在这里敲木鱼吧。那我们再去找大哥商量商量。好。妹妹，那你多保重啊。哥哥晚一点再来看你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您看我们，还是手感特别好。使劲这样，使劲推，没人啊，挺结实啊，可不是吗？给我来一个。好。哎，姑娘，来一个吧。哎呀，小师妹今天在干嘛呀？怎么还不出来见我呀？哎呀，小师妹，我这进也进不去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狗洞我也钻不了了呀。九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小师妹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疼死我了！九师兄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跑得太急了，就没看到你。没事没事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从这个上面下来了？哎呀，还说呢，我娘不是不让我出门吗？我就偷偷的
跑出来啦。九师兄，话说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哎，还不是因为你啊！你娘不让我进家去找你，我只有来看看狗洞了。但是我实在是钻不进去。怪不得呢，我上次就差点被卡住，何况是你呀！走，陪我逛街去。师妹，这边啊。